Hello， 大家好，今次介紹將軍澳海天圳一個368尺一房嘅單位，而家即刻帶大家睇睇。入到嚟一個長方形開放式廚房嘅單位，喺呢個嘅右手邊就係一個曲尺形開放式廚房。咁呢個單位係採用電磁爐嘅設計，咁亦都有微波爐、抽油煙機。單位保養非常之新淨。我哋睇一睇呢個位置就係洗衣機，佢呢個單位都好多收納空間。呢一個呢就係一張台嚟嘅，拉出嚟，下低亦都有兩個非常之大嘅櫃。咁洗手盆下低亦都有充足嘅收納空間，上邊做咗一個嘅奶白色嘅設計嘅櫃，顯得成個單位更加光猛。門口隔離位置亦都做咗一個位可以擠嘢，雪櫃方面係上下格大嘅雪櫃，喺雪櫃嘅上邊亦都有一個非常之大嘅收納空間，所以一房嚟計，佢呢個單位都好多地方可以擠嘢㗎。咁再加上業主亦都做咗幾組嘅櫃，睇一睇返洗手間啦。洗手間保養非常之新淨，一個企缸嘅設計，亦都有個額位可以坐或者擺下啲用品。咁除此之外，特大嘅玻璃鏡櫃，裏邊亦都好多嘅地方可以擺嘢嘅。依家我哋從呢個嘅洗手間出返去，睇一睇返呢一個客飯廳位置。你會見到業主做咗一組長嘅櫃，往返主人房睇睇，一個4尺半 size 大嘅床，雙人床，下低亦都可以有櫃桶擠嘢。咁我哋依家睇一睇返呢一邊，亦都做咗兩組嘅櫃，所以呢個單位麻雀雖小，5臟俱全㗎。同埋你見到啲櫃都好深嘅。出返客飯廳位置，我哋一陣間又睇一睇返呢一個嘅單位啊。單位嚟計呢，望返出去一個非常之開揚嘅景色，你會見到望落係好舒服嘅。隔離呢邊位置就係一個嘅公園，呢一個就係會所嚟㗎。咁我哋會見到位置呢，望返出去都係非常之開揚嘅。成個單位呢，保養係非常之新淨。大家對呢個單位有興趣嘅話，歡迎隨時聯絡我約睇啊！